大家成日話香港庫房空虛，要開源節流，結果政府一出手，即刻又嘔錢出嚟啦。喺6月22號，發展局高調預告，準備喺今年第4季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2億嘅撥款，推出一個叫做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嘅先導計劃，話要推廣鄉郊旅遊，仲預計喺今年年底公佈埋北部都會區城鄉共融指引。哇，聽完真係少出聲喎。2億對高官嚟講可能只係小數目，但對於市道低迷嘅香港人嚟講，筆錢就係咁倒落鹹水海。局長一邊話要搞城鄉共融，一邊連人哋最基本嘅排污網絡問題都未搞得掂，成個計劃就係將公帑貼落去一啲根本冇可持續性嘅短期項目度，到頭嚟只會演變成另一個甩水大計，對振興經濟或者改善民生完全係無濟於事。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呢個所謂嘅城鄉共融基金，發展局洋洋得意咁提出6項措施，包括改善鄉村排污同活化特色嘅鄉村建築，好似好有遠見，好關心鄉郊發展咁。但係成個邏輯根本就係本末倒置，連啲議員都睇得出呢個計劃資助嘅項目營運期至少得3年，擺到明就係一班人拎完政府錢做幾年樣板戲，然後等資助一完就拍拍籮柚就走人啦。過往勞福局資助社企嘅前車之鑑歷歷在目，好多團體冇咗政府層水就即刻執笠，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。政府最鍾意搞呢啲起完個頭就唔理嘅短期項目，唔知大家有冇覺得政府好興整呢啲先導計劃出嚟，一嚟係用嚟戴頭盔用嘅，之後有啲咩甩漏都可以話呢個只係先導計劃，二嚟就真係見步行步咁 plan 咯，都冇考慮過長遠財政回報同埋可持續性，總之就出住先啦。面對呢種質疑，甯漢豪局長嘅回應更加係神邏輯。佢話因為計劃涉及私人土地，政府控制唔到私人物業嘅營運模式，所以唔會一刀切定死營運年期，而視乎情況而定。仲話如果相關機構滿足唔到年期就結業，可能就會有罰則或者撤回資助。哇！即係政府竟然知道私人土地難搞，政府管唔到，咁點解仲要夾硬批錢落去呢？如果個機構真係涉到入獄要執笠，或者一早將筆資助過咗落自己袋度，到時政府話要罰佢或者要撤資，根本就係人去樓空，罰空氣咩？拎到錢梗係第一時間閃啦，仲咁乖坐定定喺度等你罰咩？呢種所謂嘅監管機制，完全係自我安慰，都唔知政府係咪唔識做人老細，借錢俾人做生意都要睇人哋份商業計劃書，睇下人哋有冇盈利能力。而家政府就開大水喉，將公帑當成免費午餐咁送出去。如果個機構真係有心做，3年時間根本就唔夠發展出一個成熟嘅商業模式，到頭嚟只會演變成一個惡性循環，係咁不斷向政府伸手攞錢。同埋政府如果真係想做到城鄉共融，就應該先去解決鄉郊村民最切身嘅生活問題，就係關於元朗鄉郊嘅排污問題啦。有議員好坦白咁指出，政府發展北都一向都係貪新忘舊，元朗鄉郊依家竟然仲有大約100條村要使用落後嘅化糞池，衛生情況可想而知。本來以為呢2億基金可以幫手解決到呢個燃眉之急，點知甯漢豪一句話就全盤否定啦。佢話改善鄉村排污係公務工程，根本唔需要用到共融基金或者新發展區嘅撥款，會直接用公務工程嘅撥款去起。但隨即又承認，目前係得40至50條村落有機會改善排污，而且仲要分批興建，需要時間部署，所以而家係完全冇實際時間表。哇，咁都得啊！政府有錢去搞3年就完結嘅城鄉共融旅遊 show， 但係關乎到村民民生、衛生健康嘅排污工程，就連一個員工嘅時間表都交唔出。明明係香港居民，但處理嘅先後次序竟然仲低過一個死物嘅北都，真係好城鄉共融喎，連人都用埋落北都啊！除咗排污之外，而家已經係2026年高科技嘅年代，元朗鄉村嘅網絡信號
竟然仲可以成日撈唔到，連最基本嘅通訊都成問題，仲講咩推廣鄉郊旅遊啊？如果一個遊客去到呢啲所謂嘅共融景點，想打個卡或者用手機俾錢，結果發現連網絡都接收唔到，咁樣嘅旅遊體驗到底憑啲咩吸引到人去呢？雖然北都辦主任蘇慧斯好努力咁出嚟護航，話政府已經安排緊擴展 5G 計劃，喺鄉村地區增設50個基站，又話光纖網絡已經涵蓋咗235條鄉村入邊嘅233條，但現實中嘅村民同埋去過嗰度嘅人，大家都好清楚嗰度嘅網絡速度同覆蓋率到底有幾多同現實脫節呢？政府成日用數字嚟粉飾太平，好似做咗好多嘢咁，但係最前線嘅基建依然都係千瘡百孔，連最基本嘅水電排污同網絡呢啲硬件都未搞掂，就急不及待咁向財委會攞2億去搞完善嘅城鄉共融指引。講到底，呢個2億嘅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應該好大機會都唔知用咗去邊，鄉村地方都可以計到用2億咁誇張。3年過後，筆錢燒完啦，個項目執埋笠，你話啲鄉村會變成點樣呢？根據政府嘅前科，應該都係會冇下文噶啦。就好似當年搞到滿城風雨嘅美食車先導計劃，2017年大張旗鼓咁話要學外國引入美食車，振興旅遊業。結果政府畫地為牢，規定呢度又唔擺得，嗰度唔去得，個限制就多過優惠。結果玩咗5年，燒晒啲中小企同投資者嘅血汗錢，最後喺2022年攞得黯然離場嘅結局，完全變咗一場鬧劇。仲有嗰個高達10億嘅青年發展基金，話要資助青年人創業，大展拳腳。結果好多項目喺幾年資助期完咗之後，因為根本冇商業可持續性，一斷水就即刻面臨結業，對成個青年創業生態圈根本冇長遠幫助。筆錢就係咁變成一堆交叉嘅報告書。仲未完㗎，政府成日話要推動創新科技，幾年前又成立咗好多唔同嘅科技資助或者係社區活化基金，例如係智慧鄉村先導計劃，話要幫村民裝智能系統，結果撥款完咗，承辦商做完合約走咗之後，啲儀器壞咗冇人整，村民又唔識用，最後就變咗一堆電子垃圾。完成咗等於冇完成。回頭望返呢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，3年後嘅結局應該都係咁上下噶啦。到時燒完2億，嗰啲所謂嘅特色鄉村建築活化完，因為冇人流冇配套，好快就會再一次荒廢，話唔定最後反而促進咗鬼城經濟添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片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，多謝大家。